2,000 years later. 2,000 years later. 前面你哋都睇到我俾人批評啦，是咁的。今日要鬧下人，講一講喺陽光裏面人見人憎嘅 William 09441。當然我唔係嬲佢批評我，而係講出唔少陽光大 server 玩家想對佢講嘅嘢。首先講講佢喺遊戲做嘅衰嘢。眾所周知，陽光群島喺2025年9月30日更新大型伺服器，嗰陣我都有去直播。不過嗰陣用嘅都係要錢嘅自訂伺服器，而公開嗰啲唔會有撞擊物理效果。而 William 會喺遊戲裏面周圍撞其他人，搞到人哋卡住，冇埋安全獎勵，完全唔知咩叫安全駕駛。基本上佢每一次入大伺服器就一定搞人，所以喺 Discord 上面出現咗佢一入伺服器就用嘅塗裝，仲有唔知佢係咪想搞我。喺我上緊先貝多層停車場嗰陣俾錢踢我，跟住佢有好多個賬號就眾所周知㗎啦。唔知佢係咪礙於面子佢會俾錢 ban 自己個 account， 都未講佢喺 Discord 嗰邊做咗啲乜嘢，淨係喺遊戲嗰啲都已經講到口臭，都唔知邊度嚟嘅堅持。佢由25年尾搞到26年5月，真心建議快啲永奔佢。跟住到 Discord drama 環節。佢喺1月嗰陣加入陽光個伺服器，其實嗰時佢已經聲名遠播，又唔知邊度嚟嘅決心，佢一直喺英文頻道講中文，就算不停被警告都照講。3月嗰陣佢講咗一句沒用的，你在這裏瘋狂罵我繼續撞你們微笑，豬豬。喺其他人拼管理員嗰陣，佢又講咗句看到你們憤怒，我很開心，笑到碌地嘅表情，笑到碌地嘅表情，笑到碌地嘅表情，淨係10分鐘後已經俾蕭艾迪永 ban 咗。你估 drama 已經完咗，咁你就大錯特錯啦。William 仲會繼續用 DM 同人講話自己唔會停止陽光群島大戰，跟住繼續喺遊戲撞人。講到呢度對佢喊話都冇用，呢度建議玩家們能避開嘅就避開佢啦，就係咁，拜拜。